全球各地都有意吸納不滿特朗普政府嘅美國科研人員去當地發展，其中歐盟就設立咗新計劃，投放40幾億港紙，希望將歐洲打造為科學避風港。無線電視記者鐘卓希喺美國洛杉磯報道。打壓哈佛大學禁止招收國際學生，讀緊嘅都要轉校或者離境。Maintenance 要做好啲咯，你唔可以買啲嘢老化而成日都壞咯。將軍路線恢復正常服務，有乘客擔心再出事。特朗普播片質問南非總統，傳媒質疑白宮播錯片。各位，美國頂尖高等學府哈佛大學即日起被當局禁止招收國際學生，而家就讀嘅海外學生必須要轉校或者離境。預料該校多達1/4嘅學生受影響。當局指控校方宣傳支持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嘅思想，並配合中國共產黨培訓準軍事人員。哈佛就批評特朗普政府違法。美國學術界形容特朗普正打壓學術自由，自毀留學美國嘅招牌。鐘卓希喺美國加州了解過。青衣南灣隧道發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個處理交通事故嘅隧道男職員被一架私家車撞倒，傷重不治。私家車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被捕。政府總部發生火警，幾十人疏散。大批消防員。港鐵將軍澳線尋日收工繁忙時間全線停駛，今日恢復正常服務。有鐵路工程師認為事故反映港鐵要更新信號系統。將軍澳以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為背景嘅場景展喺九龍寨城公園開幕。場景展晶片製造商 NVIDIA 輝達行政總裁黃仁勳結束喺台灣8日嘅行程。中美官員通電話，同意繼續保持溝通。美國總統特朗普同南非總統拉馬福薩日前捲入南非種族滅絕白人爭議，有傳媒話特朗普播錯片。無線電視記者容家耀報導。英國同前非洲殖民地毛里求斯結束長達幾十年嘅主權爭議，英方同意將查戈斯群島主權移交俾對方，但同時租用當地基地長達99年，以防中國同其他國家喺群島周邊興建基地。日本東京 JR 山手線由於多架列車有電力組件故障，外環路線喺尋晚全面停駛。鐵路部門喺搶修後，今朝恢復服務。日本港股反彈超過100點，恒生指數最新報23,703點，升159點，總成交超過1180億。倫敦黃金每盎司報3315.3、3319.8美元。本港99金每兩報30,790蚊。天氣方面，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新聞報導完，再會。